寵物個心有事，未必識得講你知。貓狗心臟有事有咩症狀？而家等我用1分鐘話你知。貓狗心臟病一般嚟講，我哋分開5個階段。當去到 Stage C 嘅時候，我哋先會有症狀嘅。當狗仔喘氣多咗同咳多咗嘅時候，我哋就應該帶佢睇醫生啦。而貓貓咧症狀就更加難睇到，佢哋唔一定會咳，但係咧就會唞氣急促。如果我哋等到貓仔、狗仔條脷變紫色嘅時候，好多時候佢哋就需要額外嘅氧氣去幫助呼吸，咁就有機會會延誤咗治療㗎啦。如果寵物不幸咁患咗心臟衰竭，一般嚟講，佢哋需要留喺有24小時嘅診所，透過氧氣嘅治療、打去水藥、強心藥去幫佢令到肺部嘅積水得以去除，從而可以正常咁樣呼吸。一般嚟講，佢哋需要2至4日嘅留院，而大部分嘅時間，佢嘅費用大概係2至4萬不等。視乎返動物出咗院嘅情況，佢哋嘅覆診費用亦都會因此而有所不同。想知道更加多有關寵物醫療方面嘅知識，1月31號嚟香港寵物節2026，我將會喺會場再同大家講多啲。我哋到時見啦！